Hello，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喺練波嘅時候好冇方向感，唔知點樣練先適合自己，唔知道自己個打法係需要啲咩，喺練波嘅時候要點樣去補充咧？咁我哋今日飛碟乒乓咧就邀請咗一位教練過嚟同大家講下佢平時係點樣練波嘅。係，大家好，我係黃曉峰教練。黃教練，我想問你比賽係屬於咩打法嘅咧？我係右手橫板握拍嘅，咁就兩邊反貼，主要打雙持為主。可唔可以俾大家知道你係打咩配置㗎？塊板啊、膠嗰啲？我板係用超級張本智和Super ALC， 正手就 DNA， 反手就Butterfly 09C。09C 都算係多人打嘅板嘅膠。係啊。咁我哋不如事不宜遲，我哋去睇下黃教練平時係點樣練波嘅。好。黃教練，咁我哋而家第一個項目會係練啲咩咧？我哋先進行正手反手掃波先熱下身先。好。通常一開始先注意自己腳步啱唔啱位先，俾隻腳自己熱咗身先，同埋話慢慢自己揾好屬於自己嘅擊球點，咁就唔使特登加到最高質量嘅，先以到台穩陣為主。黃教練，你平時會唔會都會對拉啊？會啊，通常掃一陣波之後，我哋就會進行對拉嘅練習。好。黃教練，咁我哋而家第二個項目係練啲咩咧？我哋先練每邊兩個嘅擺速訓練先。好。哇，好轉！其實呢個項目都應該算係多人練喎。係啊，呢啲基本功係每個球手必備嘅訓練嚟㗎。最主要係要保持步伐靈活同埋到位，揾到適合自己嘅擊球點。用一個比較流暢舒服嘅姿勢，同埋要保持到一定嘅質量同埋穩定性就可以啦。呢個訓練主要係可以提高到正反手轉換嘅能力咯。咁我哋而家第三個項目會係練啲咩嘅咧？呢個都係一個上旋擺速嘅項目，就中間位一個，然後就全台一個。全台有分係不定點啊嘛。係啦，冇錯。好，明白。大部分球手都會好易猶豫，究竟中間位應該用正手好啊，定係走過嚟用反手好咧？咁呢個計劃就可以加強到我保護中間位呢個意識啊。特別係我自己可能正手位比較好啊。咁當個波嚟到中間位嘅時候咧，我會盡量讓開個身，等自己有機會用到正手嚟發力咯。咁我哋而家第四個項目會係練啲咩嘅咧？咁我哋呢次就會練一個多球訓練嘅計劃，咁就主要係正手半台嘅反拉，正手反拉。咁我有冇話要企邊邊排俾你咁樣，定係冇所謂嘅？主要先派側身位，係啊，即係我企側身位排俾你。冇錯，好，冇錯。係啦。反拉咁應該都係加轉高啲回圈為主嘅咯喎。冇錯。好多時當我下旋可能踢完場，等人哋拉起嘅時候，我就會再揾機會去反拉去搶攻，或者有時擺短擺咗出台嘅時候，當人哋一拉起咧，我亦都會嘗試揾機會去反拉去得分啦。咁而家都應該係最後一個項目，第五個項目咯喎。咁你會練啲咩咧？呢個項目就係一個關於防守嘅項目，咁亦都係一個多球嘅計劃啦。咁就係一個全台防前衝，係啦，不定點嘅，主要就係集中練反手、正手兩邊嘅防守。不定點啊？特別係有時可能接發球處理得冇咁好嘅時候，當個波冇高咗，俾咗機會人嘅時候，人哋進攻嘅時候，我一定要盡量用防守去抵制人哋嘅進攻，再去自己揾機會去搶攻翻，去主導翻場波。咁
咁我哋今日好感謝可以邀請到黃教練過嚟同大家介紹呢5個訓練嘅內容啦。係小事冇問題。咁啊，希望呢幾個訓練計劃就幫到大家可以揾到適合自己嘅訓練方法啦。就最緊要幫到大家進步嘅。咁我哋嚟緊咧都會拍更加多類似嘅題材嘅，大家記得 like 同埋 share 呢條片，同埋記得 follow 我哋呢個 page。我哋下次再見。